感谢主，上帝在今天这个母亲节送我们的大礼物。什么大礼物呢？我们台湾呢已经27天没有本土病例，表示台湾相对已经社区都很安全。今天下午2点，如果这一个影像的直播说仍然是0的话，加0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台湾真的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国家。我相信这个也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因为我们都脱离了这个疫情的威胁哈。那今天刚好在这2天已经慢慢在疏解的时候，我们在母亲节一起来主日来庆祝，也为妈妈来祝福，实在是心中非常的喜乐跟平安。感谢主，也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不受影响回到教会里面，在实体礼拜敬拜神。当然还有很多在影像中、在直播当中一起敬拜，愿神的恩典都跟我们同在。我们想说，先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像隔壁的妈妈用拱手祝她母亲节快乐，可以吗？来，给妈妈祝母亲节快乐。好，各位祝母亲节快乐。我们现在做祷告，再一起分享主的话。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这是个温馨的5月份，我们为每位妈妈、母亲来献上感恩，也特别在台湾疫情舒缓的时候，我们能够心中喜乐平安渴望在主面前一起敬拜，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也一起分享你的祝福跟恩典。愿主的话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得到激励，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母亲节目是要透过这2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从创世纪上帝创造的角度来理解母亲母爱的形象。这个母爱的形象为什么会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当中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跟经典哈？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圣经的话语，更确认我们是属神创造的，我们怎么样回归神的恩典，我们才能更活出母爱的形象。等一下经文我们会再做复习哈。我们首先要一起理解说，为什么母亲的形象是由上帝所创造哈。刚刚我们读了创世纪这段最原始的经文，他讲到说，上帝在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因为他们犯了错被赶出伊甸园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宣判或是一个宣告讲直接一点是一种刑罚哈。但是我们要来思考，上帝这样的宣告对我们人类的意义是什么哈？那我们知道，人类始祖亚当跟夏娃在犯罪后，上帝给他做一个宣告。那主要的重点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点是说，女人要经历怀孕生子的痛苦。好，这个是最优先宣告的。好像是夏娃，因为她先叫那个亚当呢在吃那个果子嘛哈，好像他先做错的样子。不过宣告是女性有怀孕生子之痛苦。第二个才宣告说，男人要终生辛劳，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这个是对男性的一种宣告。那第3个宣告就是人类的一个归宿，就是人死后要归于尘土。大概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这3个重点。然后呢，亚当就给他妻子取名叫夏娃。夏娃的意思他也表明说，这个是人类的母亲，等于是人类的母亲的原型是从夏娃一直传递，一直到人类的一个终了哈。那我们一起要思考说，这段经文是原始的创世纪的描写，那到底对我们人的理解或是我们人的领受是什么哈？首先是上帝在创造的里面，或是他后面的宣告里面，让母亲有生育的任务跟能力。那从我们的理解，到底这个是一种赐福呢，是福气呢，
还是一种惩罚？从原文的意思，或是从整个情境亚当夏娃的经历，当然是一种宣判，或是一种惩罚。不过，我们从人类的历史来理解，不一定是这样子。那原始的经文哈，因为这个是台语的，我弄错了哈。刚刚我们的原始的经文是在理解说，上帝让妇女她有怀孕的痛苦，还有生产的痛苦。但是我们要一起思考说，我们人类的实境呢，哈，我们人类的实境当中呢，为何母亲生孩子在产房里面，或是以前早期呢，妈妈就是在我们家里的房间，有助产婆在里面，然后家人都在旁边等候啊，有的小姑啊要去烧开水啊，烧热水啊，大家预备这样子。然后当小婴儿的哭声一出来，大家就互相恭喜。为什么在产房外生下孩子会有一片的恭喜跟祝福的声音？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理解的。尤其我们知道，在产房里面，妈妈是痛苦在哀嚎，孩子生下来也在哭，但是人都是彼此恭喜，祝福你，恭喜你当妈妈当爸爸啦，恭喜你当阿公阿嬷啦，这样子。我们还有台湾的习俗是在满月的时候、周岁的时候，要送油饭呐、红蛋呐，而且啊，甚至热闹一点，头一个孙子哈，还要庆贺宴客了。那这些我们可以看见说，人类是因为妈妈的痛苦生下孩子，但是大家在庆祝，大家在祝福，大家在恭喜。那最经典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怀孕，然后天使向她宣告，天使跟玛利亚宣告说，她要怀耶稣，然后要生下孩子。之后呢，有一段经文是在描述玛利亚的尊主颂。这个尊主颂里面讲了一句话，很经典，就是说，从今以后，万民要称我有福。意思说，他生下了主耶稣，万民要称为这位妈妈是有福的啊。所以你记得我们天主教哈，他们对玛利亚的敬畏是比基督教更深一层了。好像有点把它神格化那种感觉啊！我们会听到天主教的术语会讲一句话，叫做“万福玛利亚”，有没有？万福玛利亚，有些宗教场所或是圣殿啊，天主教的圣殿会这样取名“万福玛利亚”。那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他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卑女。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有福，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我们是从玛利亚受祝福，玛利亚自己感受到一个卑微的女子被神所恩典，让她生下主耶稣。她说：“万民称我有福。”我们从这个反溯回去，玛利亚怀孕之痛苦，生产之痛苦，竟然是一种祝福啊，一种恩典。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原先上帝的宣告重新来思考，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女性的生产怀孕不是咒诅了，是一种上帝的爱跟祝福，让它成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理解说，女性生育儿女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任务。妈妈的伟大，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拿来说，但是最重要、最终极的神圣的任务，就是她生儿育女。我们也可以从医学的角度去描述说，妇女在生产的痛苦是所有生物中最惨烈、最痛苦。换句话说，她的痛苦指数好像是最高的一部分。那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上看得见的事。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要重新来诠释。女性生育并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上帝怜悯、爱跟祝福。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在
伊甸乐园，或是上帝创造原始，可能我们不了解上帝原先的安排，是不是人类就不用生产，不用生孩子，就是自动上帝像创造一样自动生这样子，人就是没有这个生育的这种过程。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成为第一对父母了。人类的这个传承就是按照这个原型继续来进行。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子孙众多，圣经这样子说，他生下的孩子子孙像天上的星星，像地上的沙一样。那我们不会表达讲说，哎呀，亚伯拉罕你们家受苦了，受那么多苦，你们家族啦这些女性都是受苦的、苦难的，没有啊？他说这个是最大的祝福啊，亚伯拉罕是蒙福的祖先呐。那可以，我们从这边慢慢去了解到，原来女性怀孕生产是上帝一个包装的祝福。所以我们倒是要从人类的历史来讲，去厘清厘清妇女生产及形象在历史上曾经被矮化了、被轻视了。那我们可以认为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是男性的角度去看，因为男生不用怀孕生子啊，所以他不理解。所以早期包括在旧约圣经里面，都认为妇女怀胎啦、生产啦，甚至是不洁净的啦，不能进圣殿啦，不能怎么样，好像那件事情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其实这个都是错误偏差的观念。慢慢我们从玛利亚的形象被提升，母亲怀孕生子是被称为有福的。我们也去理解说，女性曾经被歧视的历史，我们真的要来恢复尊荣母亲或是尊荣女性。其实现在的文化或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我们就更可以看见说，女性不只是撑起半边天了，甚至女性在主导这个世界。这一次防疫有人特别提出说，凡是有女性领导的国家都是最安全的、最防疫最效果最好的。人类不必再靠以前那种蛮力就是好像照体力的那种领导呢，女性的细腻、女性的思维、女性的毅力，从妈妈的角度，从做母亲能够抵挡一切的挑战跟痛苦，哇！他们的潜力跟他们的毅力以及他们的发挥，让我们刮目相看。因为这个时候不再是靠以前在骑马打仗的，或是在海上那征战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从上帝的创造的角度，从玛利亚怀孕生产被称为有福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慢慢去理解说，什么来成就母爱的伟大。是因为母亲她怀孕生育受苦开始。如果没有这个怀孕跟受苦，上帝说女性要受怀孕之苦、受生育之苦，也就无法去彰显母爱的伟大。所以我们从这个创造的角度，从上帝一个宣告的角度来看，母亲的爱有这几样神圣的，让我们觉得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第一个是上帝创造生命的参与者。我们都从圣经里知道说，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创造各种族类嘛，水族啦、天空的飞鸟啦，还有最后创造人类。但是我们从这个理性的角度知道上帝创造，但是你最真正能够切身的去看见说，生命产生就是从妈妈怀胎，母亲怀胎生下儿女，就是在你生活上看得见的。那这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具体而为的，在一个女性的身上。第二个，更加让我们感念的是，因为妈妈好像就是耶稣的跟随者，她跟随着耶稣基督为人类受苦的角度，也成为受苦者。母亲成为受苦者，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让这一件事情，让妈妈的伟大不再受
人家的批判跟质疑，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这个角色，所以很有趣哦哈。比如说我们今年每一年啊，给妈妈尊崇，没有做爸爸的会吃醋吧？说哎呦，你怎么都感谢妈妈，来不感谢爸爸这样子哈？啊，有时候父亲节的时候有庆祝，但是没有像妈妈这样的那样的热情哈。啊，大概爸爸不会跟着去争这个，因为真的妈妈的受苦不是爸爸可以取代的。当然爸爸很伟大，爸爸照顾整个家族家人。那我的意思是说，借由妈妈的受苦，母亲的生育跟怀胎，然后让妈妈的爱成为一个神圣性，不是用学的，好是去学校教一教你就会了，啊，或者说看别人做我就会做，因为这个是上帝原始给你的基因。做一个母性，做一个妈妈，她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靠人给的，而是上帝从直接赏赐。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说有这个神圣性，好像升华成一种不是人的能力能做到的，是上帝所赏赐的。第三个是，也因为这样子，妈妈是上帝爱世人这个爱的一个使者，等于我们要理解上帝怎么爱。好像不是天马行空，或是一种知识理性上、哲学上的思维啦，是因为实实际际的在你身边，从小开始有一位妈妈在你旁边，让你感受原来上帝的爱，我可以从妈妈的角度去理解。还有，是母亲是生命能量的激发者，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人受激励。受很多的鼓励才能够突破各种困难。也许是你有一位好的老师，有爸爸有哥哥，但是我觉得最原始的能量都是从妈妈来。我们台湾的很多流行歌都会唱拢主的文命，有没有到年轻不懂事，到外面飘撇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但是想到妈妈，他就是眼泪流下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总是他的罪性会凸显出来，但是听到妈妈爱的呼声，或是妈妈眼泪，那整个再怎么强的人都会心中不舍，会流眼泪。那些在监狱里面曾经犯过很多罪的人，他无法抵挡妈妈的爱。有人重新悔改，走回正途，是因为他知道妈妈天天为他哭，天天为他流泪。这个激励者是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代替的。感谢主，有一个几年前发生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去看见一个母性的伟大，或是一个孩子感谢母亲的一种力量一个尊重母亲的故事，就是我们喜欢看篮球的人都知道，有一位很出名的篮球员叫做这个 Kevin Durant 他因为去年呢前2年因为代表那个勇士队参加比赛，不小心就伤到脚，好像这2年比较沉淀。不过在6年前，他是那个奥克拉荷马州的这个雷霆队的主将 Kevin Durant， 他在2013年这个球季就在2014年的5月，已经球季完成的时候，被选为 NBA 的最有价值的球员，就是在整个美国全世界最顶尖的几十队当中，只有一位叫 VIP 全年度的，这个比冠军赛的 VIP 更有价值，因为他的选出是怎么样呢？选出是由大概有200多个美国的这个体育记者，然后呢去评分，124个记者，网路只有1票，比如说网路我要挑谁，占1票而已，其他是124个记者、体育记者跟主播来投票，是按照很科学的积分怎么样，然后统计出来。这位 Kevin Durant 在2014年这个球季，他得到 VIP 比当时最有名的
这个 LeBron James 这个他还得到更多分哈。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风光的时刻，但是在颁奖的现场做演讲，这位 VIP 他讲了一段让人家深刻感动的话，他的致辞有这几点让人家感动。第一个，他说：“我先要感谢上帝，因为他改变我的命运，使我明白生活的真谛。篮球不过是我激励和启发他人灵感的平台，我意识到这一点。意思是说，篮球是他一个生涯当中当然很重要，不过他是先感谢神给他改变了命运，使他明白生活的真谛。”他说：“最后我要感谢母亲，你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你给了我们生活的信心，使我们免于流浪街头，给了我们温饱。”那这个故事呢，是因为这个 Kevin Durant 他在小时候，妈妈是一个单亲，为了照顾在华盛顿附近的郊区，为了生活，妈妈要兼了好几项的工作，让孩子能够得到温饱。然后后来这个 Durant 他在他的这个篮球的天赋上被发掘出来，很多伯乐来帮助他，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献上感谢，而且最重要在那个场合，他感谢了他的妈妈。所以他这样的感谢的时候流着眼泪，妈妈在台下也一直流着眼泪。他这样最后讲一句话说：“你自己却挨着饿进入睡眠，你为我们牺牲，你才是真正的 VIP， 你才是真正的 VIP。” 他感谢母亲的教诲养育之恩，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是他感谢妈妈。所以最后讲了一句话最重要，他说：“你才是我最有价值的球员 VIP。” 本身是连续41场，每一场都得25分，就说每一场篮球那种最顶尖的比赛，一个球员能够维持41场都投篮都投超过25分，连 Michael Jordan 都输给他了，他超越了 Michael Jordan。所以这样的感恩是因为他的篮球成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而是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的人格、他的人生哲学、他的谦卑、他的感恩、他的真诚、他对母亲的爱跟感激之情，让这个演讲成为经典。他不只是得到这样的成就了，他在他自己的球队，或是他在这个城市里面，都被人家认为是他是最 nice 的一个球员，最受喜欢的一个球员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话里面看到这样的故事，在对母亲的尊荣让人家感动。这个是这个 Kevin Durant 这是他的妈妈，一种感恩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故事，也期待我们从这边看见，做一个子女的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神圣的母爱，从妈妈的创造的角度，现在从我们一个当子女的角度，或是成为先生的角度，我们怎样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呢？这是圣经里面明明记载的，要孝敬父母哈。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一个以弗所书6章1到2节说，上帝要赐福孝敬父母的人。他很清楚讲了这几点。6章1到2节说，我们要听从父母，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本分。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他基本的作为就是要孝敬父母，要爱父母这个是没有什么其他疑虑的。第二个是要孝敬父母，它是变成一种祝福，因为你孝敬了父母，就等于是从上帝的创造的妈妈的一种神圣性当中，你去接纳，你去尊荣，所以
就会事事亨通哈。第三个是要孝敬父母，在世上会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很多的应许，但是这个要求你这么做，还加上应许，就是有第一条是这样子。这原来经文是这样想说，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享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我们可以从这样在讲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刚刚已经理解说，妈妈的一个伟大是超越人的极限了，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界定了。那我们从人的角度，怎么样也配合了这一个孝敬的关键点在哪边呢？孝敬父母的关键点，第一个是我们敬爱孝顺父母的人，才有资格与能力来说爱上帝。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很经典的经文，约翰一书4章20节，他这样说：若有人说我爱上帝，却恨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稍微改了一个文字说：若有人说我爱上帝，却不敬爱父母或是弟兄姐妹，他就是撒谎的。他说：既然不爱那看得见的父母弟兄姐妹，那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刚刚不是说上帝爱我们，我们感觉不出来呀。如果说直接的照面，就是从妈妈的角度看见上帝的爱。那我们也可以想说，你既然说你爱上帝，那你连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都不爱，那你这个是讲空话。那圣经直接讲说，那是撒谎的，讲北差的。所以，我们先不要说你多爱上帝，你先爱你的父母，爱你的亲人，爱你的弟兄姐妹，去实践你怎么爱上帝。或者说你操练怎么爱上帝，那你就先从爱家人、爱兄弟姐妹开始。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没有经历过爱的人，就会缺乏孝敬父母的能力。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孝子啊，忤逆父母的啦。我们不能说这个没有这个事情，而且蛮多的。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没有经历到母爱，可能是跟妈妈分离了，或是一些人生的挫折，妈妈的爱没有让这个孩子去领受到，所以难怪他孝敬不出来，因为他没有领受那个原始上帝的创造的爱。我们其实也可以另外一个角度，你说所有的妈妈都对的吗？所有的妈妈都是好的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妈妈甚至曾经虐待过孩子、霸凌孩子，甚至做什么错事都有。可能另外一个角度是，这个妈妈她虽然有母爱的本性，但是因为在生活周遭曾经受过苦，或者说她的罪性掩盖了她的神圣性，所以做出了觉得是犯罪的事情，或是对儿女虐待让孩子没有办法经历爱，这些都有可能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会孝敬父母的人，是他要先经历这个爱，这个爱是没有瑕疵的，这个爱是从妈妈原本从上帝属灵的能力来的。那我们也可以说，人在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并不是每一个时段都是这样的顺利利的表现得很正常了。其实有人把它整理说，一个人的人生的几岁对妈妈说的话有一些差异了哈。不同年纪对妈妈说的话，他说在3岁的时候，在还会开始讲话的时候，他会讲妈妈我爱你，哇，讲得很甜呐哈。到10岁的时候就有点不耐烦啦，说妈随便啦，好随便啦哈。到16岁的时候就会跟同学、跟学生、跟他朋友抱怨说，我妈真的很烦呢，每一次这个什么事情回去都念了一大堆这样子。到18岁的时候，慢慢自己有独立行动的自由的时候，想我要离开这个家。你知道，在国外很多国家，像德国啦，像在美国，他们16岁就可以开始学开车了。18岁他如果留在家里面，会被人家觉得说他是妈宝那个要独立出来。但是那个心态上想要离开家，大概是年轻人一种冲动或者觉得妈妈管得太多了。
但是到成年以后，25岁的时候不一样，他会讲说：“妈，你当时说的是对的，我当时应该听你的话。”30岁就开始会想念了，他说：“我想要回去我妈妈家。”50岁，妈妈已经很年老了，或者说妈妈已经生病了，他会想说：“我不想失去我妈。”70岁的时候，很少妈妈还在的，当然也有100岁的妈妈了。不过有时候这个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他会讲一句话说：“只要我妈在，我愿意为了我妈来放弃一切。”人总是在经历一种对立或是偏离，然后又回到妈妈的爱里面。越老越年长，对妈妈的感恩就越多。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从箴言31章10到20节28、29去看到在圣经里面尊荣一位女性，一位妈妈，她的一个祝福是：贤惠的妻子哪里去找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是因为神给她这样的能力，不是学来的，而是天生的能力。她的儿女敬爱她，她的丈夫称赞她。她的丈夫说：“贤惠的女子不少，但你远远超过她们。”感谢主，神在女性身上做的宣告，不是审判，不是惩罚，而是让我们人类的有限看见上帝的无限当中，从妈妈这个视角去看见神的恩典跟祝福。这前几天看到有弟兄姐妹传的那个照片很有意思，他在讲说一个伟大的妈妈的形象，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妈妈，或是在艰苦当中仍然坚持她妈妈的角色的照片，看起来非常震撼。也说，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妈妈的受苦更大。这个母亲的形象是这样子哈，这位非洲的妈妈一方面拿着枪，可能在内战了哈，后面背着孩子。这是一位妈妈背着孩子，整个大脸盆里面装了好多的衣服。这位妈妈真的是五项全能哈，会骑车还会顶着，这个是妈妈的形象。这位妈妈辛苦劳动，后面还背着孩子。这个妈妈走远路，带着孩子，头上顶着1大包、2大包的一个货物。这位年老的妈妈背着2大袋的菇叶、菇树，然后要回家当柴火。这位妈妈好像在紧急当中背着孩子，抱着孩子，背着很大的一包的东西，在生活上受苦。这位妈妈带着孩子，一方面喂孩子，一方面牵着骡子，在他生活的所需的用品。那这些照片看起来就是最真实的，因为就在生活中呈现。一位柔弱的妈妈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面对很多的劳苦，甚至重量。我现在还都很深刻的印象，我小孩的时候，我的故乡没有自来水，然后我就看到妈妈怎么能力那么厉害，她竟然能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挑了2担水，然后从最远水井当中挑回家，让这些小孩子有水可以喝，有水可以洗手洗脚。那个水桶是我现在算起来至少要好几10公斤，他就挑着好几次。那种能力几乎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做的事，但是因为爱，她能够完成。所以要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有2个小小的那个照片看起来很有感觉，像说你只有一个妈妈，世界上最不能等的事是孝顺。这个照片这样写说，你只有一个妈妈，如果你爱她借她，请多孝顺陪伴她。他说世界上最不能等的事，很多事情我们可以重来，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补救，但是妈妈在的时候请珍惜。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要外出，但是一通电话、一个影像一句嘘寒问暖，
就会让妈妈那些劳苦都完全失去了。你的一举一动，就让妈妈心中感到欣慰，因为这个神圣性也代表了主耶稣的爱在她的身上。